水哥，啊，无冤无仇啊！你看，这个瓜州和你说的那个潘溪村相隔千里，根本连不在一起。我爹在外浪迹多年，做了些什么事情没人知道。可是他突然之间就回村不出门，不做事也有钱花，一心教我读书习武。哎，对，这和毛大人有什么联系呢？八竿子打不着嘛。你听我说嘛。好，你说。我爹刀法高强，肯定在江湖上混过，说不定他跟毛大人之间就有什么交道，完了之后结下什么仇怨。这是可能吗？啊，依我说，你爹在外面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胡乱猜测。但是，这怎么能和毛大人联系在一起嘛？事关重大，咱们不能伤及无辜，是吧？那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全是胡说吗？水哥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金哥的死啊，让你悲伤过度了。毛大人率马队救你们的时候啊，勾起了你的一些不幸的往事，啊，有了一些胡思乱想，这也是情理之中，可以理解的。那毛大人要是背着你干坏事呢？哎，这倒是可能的，有可能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今天说的也不少了。我觉得我说的话也不能解开你的心结。要不这样，咱们以后再说，咱们还有的是时间。咱们也可以明察暗访，查他个水落石出。啊，我看呀，现在还是把金哥的事办好，是不是？总之，我相信我的刀，他是不会说假话的。啊，别，你的刀又不会说人话，刀为物器，为人所用，好人坏人还是要人来认定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水哥，相信我，我会解开你的心结，让真相大白的。少侠，勇士，壮士，烈士。金哥，本想给你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，可是你的弟兄们不愿外人插手。兄弟手足之情，重如山，深如海呀！我只能尊重他们的意愿了。你们兄弟的意愿，相信也是你的意愿。想你也会感到欣慰的。正值少年，为国捐躯呀，是爱，也是幸。立功受赏之美，你的几个兄弟代你分享。我今晚就为你的几个兄弟，还有你设宴庆功。我公务缠身，先行告辞了。让你的几个弟兄好好陪陪你。安息。告辞啊！金哥，来这儿是成就功名、立功受封的。
现在宫未成名未久，你就英雄不言，怨于会，豪杰不济，胜于死。荆轲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。荆轲，你好好待着，别感到孤单。我把你揣心里了。记着这片胡杨林。荆轲，你别记恨我，我总是和你吵架、抬杠、胡搅蛮缠。就算不是我胡搅蛮缠，我也认为我是胡搅蛮缠。反正都是我的不是。你死了，我才知道你有多厚道，我都哭了好几次了，也扇我自己脸了。你别为我心疼。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你在那边好好的，我叫你一声哥，荆轲。赛马叫你一声哥，我也叫你一声哥。荆轲，在那边好好的。荆轲，你是跟着我才来对战的，你就不会死。我向你发誓，如果你真的是遭人毒手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水哥，你可不能变成石头人了。水哥，我们几个不在你们跟前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照顾好赛马。知道了。13娘怎么样？他对我很好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心地善良。我跟他说过，我是咋来的瓜州。是的，13娘看着风骚，其实是一个好人。铁哥，你别插嘴。我和他聊过嘛。他还跟我说过，让我告诉你们，不要跟着毛大人走。他好像知道会有什么危险发生一样。果然，荆轲他就遭了难。那就要更加小心点。现在真相不明，我们大家都要小心点。走。我不让你走，荆轲他刚遭了难，我们大家心里都憋屈。走，再接我喝一杯去。赛马，同意。确实难受受憋屈嘛，喝壶酒散发散发。是啊。那你们喝去吧。水哥，姐，铁哥，别和水哥计较。姐跟你说过，得跟着他，护着他。
快去！水哥，水哥，我不想喝酒了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铁哥，走。哎，铁哥，铁哥，铁哥，哎，铁哥，哎呀，你别管我，铁哥，我必须知道你去哪儿。骑马散心去。骑马？那马在刺史府呢。我骑那2匹贡马。贡马？你疯了吧你？不行啊，金哥丧命瓜州，就是因为那2匹贡马，我必须去，我要去阳阳气。哎，铁哥，铁哥，哎，水哥，水哥，不好了，咱们赶紧去看看，铁哥到马队惹事去了。水哥起了疑心，怀疑到你了。小毛贼脑袋很灵光啊，一下就想到了他爹，把金哥的死和他爹连到一起了。其实只是早晚的事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他们没有回你的马队，却进了我的刺史府，所以这件事情夜长梦多。到最终解决的时候了。现在吧，我还没看见那2匹公马呢。啊，那大人请。请。还是你们吃得好啊！哎，你干啥？我拉出去溜溜。不行，你放开！这是贡马，记得。别惹我生气啊！这2匹贡马是我偷回来的，金哥连命都搭上了。行，我给毛大人同意。去你娘个蛋！别动！把刀给我放下！不会，放下！铁哥要把贡马拉出去溜溜，拉出去溜溜不行啊！行，但得毛大人同意才行。哎，你别去！真不能拉，这是贡马。放开！他只是拉出去溜溜，一会儿把马送回来。那你拉哪儿去？教场。这不是这个。好了，我们跟过去看看。哎，不是这。哎，站住！快！怎么回事？他们骑了2匹公马去教场了。哎，兵头贴水。
水哥，你来。贡马给皇上骑的，我把它调理顺了，骑得可爽了，遍地是狗。我没心思，骑上去扬扬闷气嘛，扬出去就好了。是，我满脑子都是蒙面人。我知道了，杜大人不是已经答应我们要查明真相吗？童哥，不是，甩啊！童哥的脾气比驴还倔，又在那儿打。站！哎呀，坏了！童哥，放肆！住手！水哥，你应该告诉你的弟兄们，心里再郁闷，也不能拿贡马发泄呀。万一有人递个奏折给朝廷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事儿到此为止，赶紧把贡马拉回马队。别动！怎么？贡马是我们用性命换回来的，我们不回马队了，交给他们，我们不放心。好啊，哼，你们自己守护贡马，我更高兴，更放心。马大人，在。贡马的安全有多重要，你是最清楚的。在高将军来接手贡品之前，你的马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，要精心看护，精心喂养，知道吗？是大人。我说我们不回马队。不回马队，不回马队怎么看护贡马啊？拉到刺史府，和我们的马匹一起养着。水哥，这是贡马呀，要看护，要喂养，喂养不好，你我都担当不起的。总之，我们不回马队了。至于为什么，你是知道的。马大人，你回避一下，我要跟他们说几句话。是。那咱们先不说贡马的事，说说咱们该做的事。好吧，给他们吧。你们俩把贡马牵走，一会儿叫几个人来，我有话问他们。是。杜大人，我们能听吗？瞎掺和！你们先回，一会儿咱们酒桌上说啊。走。你们看，杜大人是不是要明察暗访啊？水哥，你说杜大人能不能查出个1、2、3来啊？你别在那儿来回走来走去，看得人心烦。我在想，杜大人请我们不应该只是喝酒吧，多多少少会给我们一些名分，至少会给我们一些赏钱，也算对得起金哥了。你们觉得呢？哎，对了，金哥的行囊还在马队的帐篷里呢。在马队呢？咱们征战沙场回来，直接来到这儿，你忘了？金哥的行囊很重要啊，咱们挣的钱可都在行囊里面呢。哎，都是血汗钱，我去取回来吧。哎，你忘了？钱在13娘那儿呢。哦，对，我忘了。哎，那也得把咱们的行囊给取回来吧？那就都拿回来。水哥，你说句话嘛，要不要把自己的行囊取回来？咋了？你的刀真能跟你说话？嘘，听见啥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疑心太重了。那行吧，那我去马队把咱们的行囊取回来。啊，好像有事情要发生了，我的刀响了2声。水哥，你担心过了，你这。
心思过重了。你不动他，他怎么会想呢？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我们刚才都没出声，如果有动静，我们都能听见。反正我是没听见。童哥、铁哥呢？我听见了，我说过了，我相信我的刀，他只要一响，就肯定会出事啊！玄乎，玄乎，玄乎，太玄乎了！哎呀，不玄乎，刀和人一样是有灵性的。我来听听。没有啊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听我说，我现在心里越来越不踏实，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。要不然，你们先离开瓜州。什么？水哥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觉得有危险，真的。好，就算有危险，那我们离开瓜州了。那你呢？我想自己先留在这儿，把事情查清楚。总之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们。哎，你们听听，水哥说的什么话？啊，有危险，你留下，我们走。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对，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什么叫连累啊？啊，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？童哥、银哥，我们是一起的。还有金哥，还记得结拜时的盟誓吗？银哥，你念念，给水哥听听。生死相依，不离不弃，歃血为盟，皇天为证。担心杜大人对这事不上心。杜大人不上心怎么了？杜大人不上心，我们自己上心行不行啊？四位少侠，杜大人回来了。回来了，酒菜已经摆好了，四位少侠请。在哪儿呢？在宴院。杜大人马上就到。别动！再动就要了你们的小命！走，下刀。是。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们犯了什么王法？杜大人呢？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？别闹，都乖乖的啊！杜大人早就等着你们了，他会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。放手！哎呀，都是好东西啊！尤其是这对神风刀，好刀！我的袖剑也不赖，扎进你的喉咙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你也没想到吧？险些想到了。险些？
险些就是还差一点。哦，还是没想到啊！想到就不来喝你的酒了。怎么会呢？一定要来的嘛！你们还急着问我要真相大白呢？现在清楚了。没有，没有，离真相大白还很远，很远，很远，很远。你和毛里求是一伙的。你应该叫毛大人。我呸！我毛大人，还有京城的王大人，我们是一伙的。不明白了吧？啊？想知道吗？你说，你怎么不吭声啊？最想知道的应该是你。不过想知道不想知道，我都会让你们知道的，因为我跟你们说过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相大白的。现在是时候啦，你们几个安安静静的听我说，哈，起根的就是你爹。你爹和毛里求当年都是我的部下，我的左膀右臂。哎呀，你爹当年使用的这对神锋刀，当年在你爹手上，真的可以说是终身难忘。可是你爹不识抬举，跟了我没几年，突然不见了，消失了，也不给我打声招呼。他是我的左膀右臂呀，没跟我说一声就走了啊！我要找他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知道吗？我爹从来没跟我提过你的事，从来没想坏你的事。我怎么知道他不想坏我的事呢？啊，我不放心，我能放心吗？你说？回家以后就足不出户，事实上我读书，教我习武。为什么习做正道，做好人，做和你不一样的人，一厢情愿？你爹肚子里的东西太多了，不仅与我有关，与王大人也有关，所以你爹不能从我身边消失的，只能从人世上消失。我打听好多年，才打听到他的下落，所以让毛大人去你家走了一趟。是你杀了我全家。没杀你们全家呀？你不是跑了吗？啊！是你让杀的，是你爹连累的。是你，还有汉西村的父老乡亲，那是你连累的。我一点都不知道你们之间的事。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呢？万一知道了，没有万一，都让你怎么办？一个都不知道，所以也不能留在这个世上，明白了？没有我，咱俩照过面，还说过话。你
你这孩子耳朵不好用啊！啊！其实啊，咱们也照过面。第一次跟你见面是在王大人的府上，你当时在教大人的公子练功。真是天意呀！你怎么就去了王大人的府上呢？当时就想灭掉你，灭掉你们。可惜王公子出来搅了局，在京城杀人动静太大，所以只能到大漠戈壁去了。现在你们该知道，王大人为什么把你们送到我这儿来了？你们和那个金哥都是搅进来的，搅进来的就是一伙的了，知道吗？只能一起杀了。就像我跟王大人，我们是一伙的，一损俱损。毛利球，荆轲真的是你下的黑手吗？对了，还记得王大人家的信鸽吗？他比你们快，他给我捎来了王大人的指令，一个不留，全部杀掉。说了半天，我总算把真相说完了，你们都听清楚了吧？王嫣呢？那个王嫣和他弟是一伙的吗？不，王嫣少不更事，啊，居然爱上了他爹要杀，真是。水哥，王大人那个狗官，给你使的美人计啊！不要胡说，啊，他只是利用了他女儿幼稚的情感啊，幼稚的情感。啊，其实王大人的千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这一点不要冤枉了他啊。但就是凭这一点，王大人要杀了你。我原本想忘记这段仇恨，但我没想到你们不但不让我忘，还让我加深。好，那你就杀吧，你杀不了我，我就杀你。还有你，还有你，杀你们一伙！能不能放过他们三个？不可能，不是说过了吗？杀吧杀吧，我们都是一伙的，杀吧！要死一起死，对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。你们要不杀我们，我们就把你们都杀了。没这个机会。不过我现在还不能杀你们，还有2个人收拾。三吧。你很聪明啊！罗斯姑娘喜欢你，你是知道，你们是一伙的，杀了你，她能够善罢甘休吗？啊！派人去好叶楼。是。混蛋！混蛋！回来！回来！你们都没一个好盟，我跟你没完！我们跟你们没完！别嚷！再说几句，你们肺就气炸了。知道怎么杀你们吗？啊，名正言顺的杀，大张旗鼓的杀，抢劫贡品，杀害友邦使节，这罪名怎么样啊？很合适吧？啊，这也是事实，你们不可能抵赖的。
我已经让毛大人在郊外给你们弄了一个断头台，明天正午开刀问斩，顺便替毛大人送行。哎呀，京城的王大正等着你们寄来的贡品送皇上。遇上水哥以后，金哥铁了心，再也不当街头的混混了，就拉着银哥、铜哥、铁哥，想跟着水哥走上正道，来瓜州从军。他是最心切的一个，满以为能在这儿立功，没想到他一个人躺在那片胡杨林里面了。水哥说，金哥死得不明不白，有人在背后捅了金哥一刀。水哥认定是自己人下的黑手，自己人杀自己人。水哥怀疑这和毛大人有关，因为劫贡品的时候，毛大人和马队都蒙着面，杀水哥全家的强盗也蒙着面，所以水哥他们死活都不回马队住了，就住在刺史府。他们告诉杜大人了，让杜大人查明真相。那杜大人怎么说？杜大人说了，要明察暗访。十三娘，我知道杜大人对你好，请你一定要跟杜大人说说，让杜大人好好善待水哥他们。放心吧，赛马，我会的。啊！赛马，你快走，快回房间去。怎么了？皓月楼要来人了，你躲到房间去。我不叫你，千万别出来，知道吗？啊！快走，快，回去。十三娘，谁呀？十三娘，你有公务。什么事儿啊？带走2个人。从好月楼？对，一男一女，2个波斯少年。你吃了豹子胆了，敢从我好月楼里带人？哎呀，卑职哪儿敢？卑职也是奉杜大人之命啊。十三娘，这杜大人把那几个少年全都给抓了，这一男一女跟他们是一起的，所以就让放肆！干什么呢？杜大人要人，用得着你来吗？真是杜大人让我来的。出去！哎，十三娘，出去！还不走？是。这简直是胡闹！这个臭娘们儿！杜大人，你也不用生气。这十三娘她不知情啊，怪不得她。我就担心什么？你说十三娘她不会让那2个波斯少年跑了吧？放屁！他和他们是一伙的，咱们家交代过了，他敢？他不敢，不敢。再去。是。这个，杜大人，你不在，我再去恐怕还得被赶出来啊。也是。好，跟我走。
是。什么13娘？这是不是真的？他们一定会来抓你和阿卜杜的。为什么呀？杜大人为什么要抓水哥他们？为什么要抓我和阿卜杜？你和杜大人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孤身一人，地痞流氓欺负我也是委曲求全才跟他在一起的。他不是一个好人，他已经抓了水哥他们。你们赶紧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们不走。13娘，你知道我是为了水哥才来瓜州的，现在他被抓了，我得去救他，我舍了命也得救他。如果救不了他，我就和他一起死。阿卜杜，你走吧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那就拿上刀，我们一起去找那个杜大人。不行啊，你们这是自寻死路。阿卜杜，你别听萨马的，后院有落的，你快带萨马走，快一点，快呀13娘，杜大人来了！天哪，来不及了，赶快躲到里面去，快！都在呢。云中来，风微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间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世间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忽旋泪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缺。一曲长